病一定要食藥，邊三類人可以竟然不藥而癒？血糖高唔等於要食藥，但係呢啲事沒做，後果就比糖尿病更加慘。糖尿前期懶人包，唔使食藥打針，只需換掉2個習慣。恭喜你啊，你個血糖偏高啊！聽到醫生講呢句，你係咪覺得人生好似完蛋咁呢？等陣先，唔好掛住同啲藥同歸於盡住。你要知道，一群人就算得咗糖尿病，竟然一粒藥都唔使食㗎。今日就等我話俾你聽，點解呢啲人可以唔食藥？呢個藥袋係咪可以提早退休呢？首先，我哋要分清楚血糖係邊個階段。正常血糖就好似乖小孩，前期就好似叛逆嘅少年，而糖尿病就係失控嘅野馬。咁血糖幾多可以作參考呢？糖化血紅素正常係少於5%。